中道養生醫術學會簡稱中道會23載發展里程碑。本會自成立以嚟，以傳承中醫智慧、守護大眾健康為核心。23年間，步履堅定，留下好多關鍵印記。一、危機時刻險擔當。2003年沙士疫情肆虐之際，陳讓珠博士融合有機化學嘅專業領域與中草藥嘅千年智慧，研發出卓有成效嘅救肺寶配方，成功幫助咗多位奮戰喺一線嘅醫護人員，將中醫藥嘅應急價值喺生死攸關嘅時刻化為具體嘅救命行動，更首開先河證明咗科學中醫喺對抗新發傳染病中嘅巨大治療潛能。二、初心堅守護民生。陳博士一直熱心公益，推動義診服務，並廣納弟子傳承醫術心得。雖然佢專注科研為首要使命，但卻未因此忽視傳承嘅責任，培育後進人才。期望由徒弟們將濟世心得發揚光大，呢份嘅點亮更多明燈嘅無私奉獻，正係至今不變嘅初心本色。三、創新賦能健康。面對2020年嚴峻嘅新冠疫情，陳博士實現技術突破，應用螯合鉑金離子於殺菌催化方面，佢一方面帶領住中道會醫師團隊與謝玲女士共同研發富硒草本保健系統 KOCON， 為公眾健康提供個人防護；另一方面更成功研發出具主動殺菌功能嘅螯合鉑金離子口罩，提供加強防護。佢將呢啲防護成果喺中道會義診時段派發俾會員，以創新科技實踐行動守護社區健康嘅承諾。四、轉型升級拓公益。中道會獲得香港稅務局嘅正式核准，成功轉型為註冊慈善機構。呢個唔單止係一紙認可，更加標誌住其公益服務從此邁入體制化、專業化嘅全新旅程，象徵住組織嘅公信力同埋社會責任提升至新嘅里程碑。五、扎根香港，服務擴容。因會員規模擴大與實際需求變化，中道會歷經3次搬遷，從最初嘅旺角舊址，因為樓宇老舊而遷至荔枝角大南西街工業大廈，後因為土地用途調整，最終落址荔枝角擎天廣場。如今為回應持續增加嘅會員支持，中道會正積極籌劃第4次搬遷，希望進駐更廣闊嘅空間，擁抱未來更大嘅發展容量。常態化服務23年始終如一，核心健康服務逢星期六下午2點到5點，固定提供義診、推拿、正骨、舌針服務，從診療到理療，全方位去守護會員健康。專業知識普及，每月第3個星期六下午5點15分開設名師講壇，邀請專業名師分享中醫知識，助力會員提升健康管理能力。保健方案定製，基於會員個體需求，針對性推薦保健方案，切實提升會員生活品質。口碑見證與未來展望，憑藉扎根嘅診療效果與以人為本嘅服務，中道會贏得咗會員深厚嘅信任。每星期均有新會員通過親友推薦加入，呢份嚟自社區嘅肯定，持續激勵住我哋嘅義工團隊奮勇前行。展望未來，中道會將繼續扎根於中醫治療與學術文化交流，致力為會員搭建可靠嘅公共健康知識平台，助力大眾強健體魄，以更飽滿嘅狀態服務社會，造福香港。